常好。放开我，莫老！小兔崽子，看来我不在时，你偷偷学了不少啊！烟雾弹，此等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，你倒不如乖乖的配合我，这样你也能早点解脱。别以为你这点门道就能唬住我！我面对过不少强敌，对付你绰绰有余。现在你的花招都用完了吧？魔音手。看来还是我的鬼手更胜一筹啊！该结束了。此话怎讲？你败了。刀上有毒。别假惺惺的了，快告诉我，张铁他到底在哪儿？他根本不可能回家。你这么聪明，难道猜不出来吗？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？你杀了他！铁奴，抓住他！糟了！少说废话！
快把你那愚蠢的面具摘掉吧，藏头露尾的。是你呀，今晚真是走运，不仅能白白拿到颗筑基丹，还能除掉你这个眼中钉。说够了没？真是棘手！师兄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师兄，救命！师兄！再打可就是2对1了。哼，又来一个送死的。
真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蠢货。这法器当真霸道。哼，轮到我了，准备受死吧！弱点在后方吗？果然有黄雀在后。风月，是天血堡的狂人风月。算你有点见识，等老子烧了战利品，再来送你们一场。不能让他得自保，先下手。小子，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。这位师妹，快躲起来！跑也没用啊！谁也别想走！混元珠这个大货对我是没用的，没招了，那就受死吧！石宝，
触发了机关。你再不出来，你也逃不出去了！你倒是好手段，怎么躲了那么久不出来？我怕你杀人夺宝。年纪轻轻的，心思这么重，就不怕以后交不到朋友啊？我若心思少点，这一路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，哪还有什么以后？这石柱压制不了他多久。你还有什么别的招数？快使出来吧！我的灵力快耗尽了。我的确是还有一件符宝。符宝？看来你的秘密还不少。那还等什么？来了，出战吧！我需要时间驱动符宝，你得帮我拖住他。不尽力而为，你先把他引开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看我像准备好的样子吗？让我换你来啊！现在知道被人隔岸观火的滋味了。最后的手段，只能试试了。灵力迅速的洗手了。快点！这念出力量之人，我们控制不住了。我已经很快了。再快一点！不好，怎么停住了？
第一次使用这个身子，还需要花些时间去熟悉它。我来拖住他们。吴师兄，加油！阵法终于生效了。吴师兄！吴师兄，你醒醒！安利，吴师兄，放弃吧！安利，你的阵法并不完整，以为能保得住你？今日你难逃一死啊！吴师兄，就算这里再隐蔽，也是黄风古境内，这里高手如云，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吗？死到临头，还在挣扎呀！给我烧了他！结丹期的修仙者，我早就察觉这姓叶的十分古怪，没想到竟然是千竹教的叛徒余孽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